我们一样用我们的上海菜很常用的一道，就是传统的一道手法，就是用溜的方式。那溜的方式呢，其实基本上它会就是一个让我们的食材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像是溜滑梯一样吗？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的像炸的那种干干的感觉，它就是炒的像很滑溜的，顺口就对了啦。对。那这个方法在就是我们的调味的部分，我们今天用所谓的我们上海菜、江浙菜很常用的一个酒糟。那我待会会用这个来做，因为它的香气非常的浓郁，对，我觉得它的香气感觉就是有经过那个岁月的洗礼它就是淬炼过的一个很有深度的味道。你像你黄酒，可能它只是一个酒味，可是它比因为它就是酿酒剩下的渣嘛，那它味道更浓郁，所以待会我们炒出来香味更浓，更好吃。那待会出来的时候还会放一点点的糟卤，糟卤也是一样，是用刚刚我们的酒糟去调味过的。我们再来做一个简单的那个调味。那今天我们的鱼肉是用我们的石斑鱼，那其实你在家里要用淡水鱼也可以，咸水鱼、海水鱼都可以，那很简单。我们今天的配角，我们用了一个竹笋。那今天这个冬笋其实也是非常贵的，这个对，而且很新鲜。对，很新鲜因为它那个毛真的是非常的多。它刚好就是这个时间那冬笋切皮去掉之后我们切的时候一样，不用拿起来削，我们直接把它切对半之后再来切就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大概用到一半的量我们就先把它从旁边先削过来。右边再削过来，这样是好简单，这样子是最安全的方法。那不要手拿起来这样削，这样很危险，很容易削到手。很容易削到手。切的时候一点点的厚度不要太薄。其实我在这边都已经闻到那个冬笋那个很清甜的味道，对，都已经闻到了。就是说今天这只笋是真的非常的新鲜那这样子的冬笋，你切一点点的厚度待会我们烫起来吃起来才会有它的那个爽脆的一个甜味对。那这边也不要浪费把它切下去，待会我们就把它炒掉。很多很珍贵的这个食材，不是说你放很多就好，不是，对，反而是你运用的到位的时候，那是更好的。那我们切一点点的白色的蘑菇，我们有白色的笋、白色的蘑菇，然后再加待会我们的白色的鱼，对，三白鱼。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石斑鱼，所以我刚刚已经大概把它取一个它的鱼，就是所谓的它的那个鱼菲力的这个部分，把它就鱼肉下来。那所以待会我们切的时候我们先把它的刺的部分先取掉。一样我们取的时候把它的皮取下来，皮我们也不要了皮也不要，皮不是很多那个胶原蛋白吗？对我们因为做鱼片我要让它整个视觉口感一定要一致不要说一会儿又吃到怎么滑的不太一样的对，那这个鱼，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鱼片非常好，很干净，很漂亮。你大概手摸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刺。它中间还有一点点的刺，这个地方我会从这边稍微把它切下去，把它的中间的这一排刺把它取掉。对，因为我们既然说老人小孩呢比较适合吃的话呢，所以这一块中间的这一块刺，这一排刺我们就不要，所以基本上它就不太会有刺了。好，那我们一样用斜刀的方式把我们的鱼片把它取下来这样取下鱼片非常就不用太大概1.5到0.2公分这样子真的很薄对。而且用斜切的方式呢，也看起来那个鱼也比较大对，看起来比较大。我们煮好的时候，它缩起来的话，不会说只小小一片对，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取一个蛋的蛋清的量下的时候大概半颗的蛋清的量，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放一点点的盐巴盐巴一点点。然后呢，一样我们放一点点的香油。一点点就好，不要太多。那我们放一点点，一般来讲我们腌鱼可能会用到米酒，但我一样用绍兴带一点点的味道，它等一下会吃一点进去。好，那把它稍微抓一下。好，那我们抓的过程尽量把它抓均匀香油跟酒的味道，它就抓一匙，再来一点。好，再来一点点。OK， 可以，谢谢。那这个粉呢？基本上用太白粉就可以了那它的作用就是让它表皮会有一层我们待会我们所讲的
溜的时候啊，它会有一点点，我们加了酱汁之后会怎么样？会比较滑的感觉。好，那我们把清油倒一点下来哈，待会我们就用这清油来泡我们的那个鱼片哈。这个笋差不多好了，我们把刚刚的这个蘑菇片顺便倒下来。这个烫熟作用，待会我们在炒的时候才会拌炒的时候才会快。好，我们在油温哈，你看。它油温，我们用筷子也可以，它就已经有点哇，很热闹了，热闹。这个时候，来，我们先把这个过滤出来，过滤出来，待会备用哈。我们等一下直接炒的时候就可以用。好，来，我们油温火一样关掉了哈。关掉之后啊，来，我们就把它放下来，把鱼片放下来，一片一片就放在你的锅子里面哈。这时候我们再来开火哈。其实刚刚这样泡的时候，我就有一半的都已经快熟了，对不对？对。而且真的很白耶。很白啊，而且。我想今天不是要把它弄到那种黄色的或者焦色的吧？不用，但是就是它的一个原来的一个颜色，就是淡淡的金黄色。所以我们一样，在这个烫的过程当中，跟刚刚虾仁一样，我们大概就是8、9分熟就好，因为我们待会在炒的时候它会更熟。是。大概这样就好了哈。好，你们看看我们的鱼片很漂亮，来，一样。再来，我们就放我们刚刚切好的一点点的姜末。延续刚刚的做法哦，就是说用这个剩下的这个一点锅子里面的油，然后火没有开，把我们的姜末、我们的葱白都先丢下去，这时候呢再开火。对，用它来控制火温哈。好。葱姜一点，把它有点爆香，给我一点点的水，好不好？谢谢。好，大概简单的爆香之后，我们大概放大概来1、2、3，一点点的水，这个就是来做我们的酱汁的一个基底。好，那我一样是用小火的方式，因为我不要让它，因为你火一直烧，它就一直收汁。那这个时候是我们来下调味料的是最好的时候。来，我们放一点点的，就是我刚刚的酒糟，这个非常重要哈。这个放下去的时候啊，麻烦你帮我稍微压一下，因为它是整块的。哦。让它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做一个结合，因为你没有把它压开，它会变成一块一块的。你会发现它这样子哈，它整个香气就上来了。好，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样子的一个酱汁有没有？会呈现一点点的金黄色的感觉。好，那我们放一点点的糖，因为酒糟的东西经过加热跟酒酿一样，会有一点点的微酸，会带酸嘛？对，好，带一点酸，我们放一点点的糖，然后一点点的酱油，带一点点的咸味。好，大家就看到我们的酱汁呈现就大概会是这个样子。来，我们加一点点的绍兴，这是麻油，不是，这是我们的糟卤。哦，糟卤。对，加一点糟卤。好，这时候就可以开火了。好，来，我们把我们刚刚的这个笋片放下来，跟烫好这个。为什么我说要先把它烫熟？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不会怎么样，它就不会过老，东西也不会过熟。好，然后刚刚我的那个太白粉水这里给我一点点，对。这时候哈，鱼片先不要下哈，我们可以先放一点点的太白粉水下来，一点点就好。好，这个时候再来把鱼片下来。好，所以呢，下鱼片的时候，这时候火是没有过，没有开的哦。然后一点点香油哦，然后最后一点点的绍兴，再来一点点。好，开火。对，你有发现到这个时候把它的汁稍微把它扒下来，扒在上面的时候就非常好看，然后它的鱼片也是很完整性很够，这要有点溜的感觉哈。来，我们把你看到我们的鱼片非常好，一片一片的，我都已经看到流口水了。然后把我们的刚刚的葱丝把它放一点上来点缀一下。非常的漂亮，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你
一样帮我试吃一下。对，我第一次吃到这种用这个酒糟来做料理的。什么叫做感动的料理？我觉得大师兄煮的料理都让人很感动，因为你看，像他用这种用这种蘑菇、用冬笋，然后那种用非常细致的这个手法，但是又不难。不难，你只要照他的方法做，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摄影棚没有一点的油烟。不用。对，所以说这样子无油烟的料理呢，大家都以为说哦。很养生是没有错，但是怎么样要做到无油烟？它也有用油啊，但是为什么不产生烟呢？那这个就是功夫。